请听上篇台词老年夫第18回，唐楼相会之2，由张继林、张建国演唱。你来真，张之我的林子，到自家房间里向去歇息片刻。你来真这当上呢，小将老王啊，也是愤怒，所以呢要到张之房间里向去，令分晓得当中的社会离去。现在倒是人打过来到张之房间，人将打进去了，因为里向么外头呢有灯光好，不晓得屋头里啦，看到两头里高年轻少，来真想叫发财心的呀，所以那个早叫到了老打进去的。真用一口嘛，实在比不出出。那么做你的可以说判断，高三来出，本来我是预备的高三年来争其他马队，上坡了让给的道理让班队呢，别害过真，唯有个战士我对你还是很两岁。那么现在肌肉到这个地步，还不少闲话讲，所以要怎么怕？身体来力实，智力像海印上，因为不久了，张破高三分好，外头亮光里向没出恶个啊，娘子，背身在此，哈，来真小小打上头里和听见上娘子，最小小的人。马后头退2步嘛，一看到是个人，别都是来了你们的。小家这个人光的脚啊，来男人来挨打，都是小家病子不少人光，要开不出去。但是你开么不开，脑子里要走上你，你老想啊？那男人为门中山角，中山角是到年高，该打是我每次少无尽的道理，哪怕那3月等了屋里房间，总归是要这个道理呀。哎呀，那男人哪会得到该打来呀？所以小家对里一口，哎呦不好。啥事体那个张之打进房间，看见一用拉了里向，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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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对多少呀，毛毛多少呀，我当年拉小家房间里，所以呢我50个句哦，我你小家领到我房间里来，这是要是愤怒。我这是呢，来小家得知挨打啦，那么我爱些点呢，再到外市，看见呢拉了房间里，我和林子呢马上下来。哦，现在想不上来搬了农房间，哎呦，那是不？张之做你的你来这个脾气呀，这个么真正不得了的事情，今朝一天张之啊讲不明白。我搞个一家多少要搬来农房间，叫我哪说法呢？所以个张面孔一地子照样处理，哎呀呀，哎呀呀，不晓得内嘛，哎呀呀，个手无真的那有的不好，张面孔长得虚红，头没整到，人才来了了，外头个飘香，听见里向喊娘子，飘香叫大。他进房间，哦，哎呦呦，你等谁要哪里？哎，打没好没好，没好没好，你看晓得这个没好哎哦，这声音呐不大对了，小调要进过来，自个相子一想，不能够随着他，要进教育一上，不然男人都要去女性。人，
真用是好混了孩子。那么了，刚才妹子去拿刚发誓了哇？哎，娘子啊，你在梦一美堂里，哎，是啊，把酒来么带张子口口，张子快把上门准备房门，乖乖去。我对东来的房门绑关上，这两个人两张面孔是在说不出什么情况。这个辰光，你来正带男人压了浪口，心里还了浪想，我今朝归家束缚，还想得到我个男人，为了总在这做得我每次的道理。这个辰光你来真来真我的继父啦叫心间能哇，我父身为大当里的，我是那家里头在胸上西侧西。不认为人咋多岁，夫妻相逢在心里啊，见得见，不认识后来此地，上当里地面太湖啊。当雨在雨，说不动怒，我难为大，接着接紧着的风暴，真是长古人啊！你今日为门谁家走？为妻为了你手里不爱心内话，要知道我让你一人为门主，做扶贫人转做与兵强，我为来为去为了你亲夫郎，要知道我命中不比较把古人的这人么不及你夫君，同都将为来为去为了你亲夫郎，要知道我塞着新娘就不够，为家的苦恼一样，我为来为去为了你亲夫郎，我为你走不得起真体，我为你怒气冲冲出门梁，我为你得罪分瓦松，我为你马尾当里儿的娘，我知道今生乃见夫君你
那只的金属都让在一枚地上。神娘子，你究竟是何来此地？请君，你呀夜夜从头来说讲，夫人，你怎样来的家？哦，在高些妈妈，小花高些叫女性，因为啥呢？做三者呀，还有说做三者发了年糕，那个比手高，发了天浪，外高了三条个长流浪，发了三条个房间里，那隔壁屋头个房间里，那么哪些女性呢？那么真用出你，我应该嘛，老老实实，从头至尾讲不来高些听，因为呢高些呢。是很欣赏，我现在无人明白个噻，这个用不着是高的，所以不就是那么带高些妈妈娘子神，你要说问为什么？是啊，明白上来的经验是一个明白。那娘子啊，我随着彼此出门边，起生长，当地去分爱，这位来宾。人学习在书上，我是为比耳目淡花有趣。本领我参西飞上啊！哎呀，你来真越听越好。别听呀，我们男人为啥为皮耳目？对呀，你俩为门走三者之事。我那心房里的男人讲，你今觉得你讲起做三者，定定要紧，那是少大个被愤怒不顾机灵。因为什么？因为个地愤怒不顾啊，作行于众了，但你阿掉也好，但都要也好，但从未看见之来认得，那只供。认得那个啦，你到你阿刁门里去讲出吧，那是三辈中之真心的儿子，这个不得了噶。我讲你的花园里，但是花园里未必耳目，那么来人瓶子里种种素质呀。哦，那么对，是的，你讲个花园，但是讲个花园最直通，表不
本领了说高了。对男人看看男人啊，那市场标本领不你阿不晓得数日里再要杀个呀！小调真的能见，夫人是你藏日本领，空与人知道非？哎，娘子啊，妹妹必讲。人的一美，来相柔，朱棣北洋人，你在呀？幸亏的以为哈信听见我那边本里浪向有声音上来看见是我呢你就当我讲标本里浪向不能够来个规则我下去这个一来呢的确要调调的我真想下路来不及风灯啊绿，我是计慌忙，幸亏战子想出了面具上。将我走马当驴绕出去，再从当驴他出门，想想出个办法没好，是的，记得你标本驴不能给我去。因为呢，我对上风我人万分之有声音，想说听见的还要上路，这是该搞的。那么哪种法子呢？是的，这样吧，给这个堂里通个，从堂里上一道下去吧。所以呢，你都领得给这堂里上。谁知什么的？路不通啊，后来就以后都是一样是想恨的娘子的被人击胸打啊，我擦出难飞，不能来记起你高兴出来，我晓得个呀，我听着了老讲，我要想下来，不能够下来呀。少皮嘛，因为个生娘了啦，当中往里走个。根本原来是想出办法，那你让生娘姐妹下来来，根本我想马上到来高山来打头发，我是心急得不得了，唉，事体嘛实在催切，娘子啊，我是真要下来。陪那宗门走，所以我这次来就走，
刚才我想下来着，姨妹长子孙娘谁到年糕来求来，根本我想在年糕等来爸妈头，孙娘下来介绍五天底下的中门部做家，你喊我哪弄法子呢？娘子啊！我是要去一次牛娘哦，想那姨妹长子一匹他心上啊，你想起他们里上娘子啊，除非收费者幸亏和他们相聚，否则本人心灵来吧。来真听我男人这番说，脑子里多了老些，男人这个闲话了，从头到尾句句才是真的。为啥？还是你来真相信男人，那不讲。我晓得你男人不会说句真叫闲话的记得牢。你为啥事体要比耳目？我怪这比耳目到何用？常日本人，但是我常本人我好，我妹子少我真一片好意，晓得只要付了礼让，上去把你讲，要下河路不能走在阿说软动我来，那这个事体才清清爽爽才对。不过是要掉心里的老想，想啥男人啊？你晓得我高兴，从老中国的年糕去走，为主来报给我听，实来辛苦要不尽。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啥个想法嘛？这当来男人不了不人口破机怪，你阿掉你要你娘，我再想办法，尤其是你阿说啥我，我那男人弄啥？我随便那想法让那男人为了长日本来，为了修得我妹子当里了。真的是要掉想我男人犯我，真的，对的，我今朝应该看见妹子的价值，要想想救命之恩，对不住人一哭，哎呀，啥的？就是看见个长子我的等准大子，一句忘了，看自家的妹子不得了，面孔长得羞羞红了，但是看啊不带你来真看一看，现在心里想蛮难过，愿意不成是娘子，今些事各无莫与一妹相聚。夫人啊，你怎能小讲我？是啊，身体再不住了，长子，你想想，长子，今日一家公子，常日本来，引得长子。相出妙计，能到堂里，相聚一家公子，小弟要感恩不尽，等某月归来，我要从容喜礼。哎呀，你先讲呢，用不着个要说，那是他们自家改。那一个头小要闲话嘛，谁打来讲明白？这个刚刚嘛是这个，但是第二本本来啦，你不是上去，现在嘛身体不好，可惜了，也想回到流浪下来休息去，对那这里讲个东西才叫你去嘛。
我想打你那对狗子边奔大门想回到流浪来，但是皮卡的边奔大听见流浪咯噔咯噔的声音，哎呀，我想边奔流进真不能够得过。这个人我说在家里等一下，我去看看还有啥人？皮卡上来嘛，看见一个都是呀。那么我打你先叫告知，先叫得不放心噻。你说这个教父的流浪，不你要晓得是，可是不大好看，快点去海里下来吧。这个人上去个呀，你们，你来准备妹子搞妹子啊？你非要是讲你这个一来了，我阿叫得哪个？我晓得你妹子。你也晓得我阿叫，我把你从小一点点到今朝，我没吃过。你妹子的脾气嘛，我晓得。不过事体呢，今朝热浪，千万不能够生长出去。这桩事体是够的，别人晓得了，妹子，你对你的体力有关，而且你对你的教父还不离生育有关。我真是要叫想哎，到底你阿叫是个明白人，想得到一周年头我现在别个年头不得，只要希望教父太平平下来，教父当你阿叫回到兵部府，我别个年头一点点不得。那么你来真想改个房改门张之恶里。跟你感谢的敌人大家等到你屋里房间里手上的，那么要进过来对张子讲是这样子，还是刚刚来挪我害到你房间里下来啊？你是帮你搞东西要拉了别家房间里，所以了你愿意害到我给打，那么个恶队也弄得一味难过，那这个是句要求办，那么是些屌丝个样子是现在。给啥房给到底是哪个？对吧？你呢？林子一高东西，重新回到小家马房给你啊。那么关键偏向张好灯，拉得后挪行一个一个好了，吃张子房回到小家房给，那么牛就在马房给啊。小家的内房是到公学分经济学。从征用到职场流浪到公学，小家内房分进去。所以现在到外房给等待后台子上放一放哈，来真小家这个人光年龄的富水，哪能想啥？男人们领导的，我们男人们今朝不应中大言，分出事体，还分不见人口出吧。都恭喜，不过现在带上个新闻，有人啊，你上类容易，下类难，那你哪我去呢？那你上类不得市场子了上类，那你下去哪？你不能够一类就类下去了。我搞今朝我得罪热问的，他说是轰动得不得了。你现在叫不科技那个人。科技那个人是够晓得在哪里能房间里，这个不里刮也刮发的，那么哪弄法呢？小小走来走去的年头，别个办法一点点没得，所以一定要落下走。啥个人一不走叫二不休，哪里？少文我对不对？我当少文我，为啥为自取？你阿掉，你要样样事体才要打你商量，而且打你商量了，你不别个结构，你最了是定了。龙车帮下来要龙三个男人就是少峰，那么今朝为止那少峰我去有意上呢，所以对男人讲一句过人，今朝你拿下来。真用对高些口口是娘子啊，我拿下来嘛，你高些来子不要紧，不要下来我当你夫妻上大事，我的一旦下来，你来就是这个地方，你下来
天人帮俺在老口啊，小家几好人，哎呦，昨日这个辛苦要寻不着，哦，上了三条堂里，这个说出去不得了的事体。那么是娘子啊，那口呢是古人啊，事到如今，别无他法，不这个来。是此这不鸡等之言，古人离开如何？哎呀，真用在高下口口高下，自家不够好叫我这个让这个斗，而且呢，叫我要海河当中的一口咬杀里的。娘子，你看，古人不必语，也不要语，至于这个斗，而且我现在马上我去带老大家，大家问我是吧？我也弄少问我。到堂里上来，娘里来口口，一个真用天机，高下你自家个中法不对个，说我全部我还到堂里上来，我位置东啊比西啊比，随时比这里两张眼睛，现在索性要海里到堂里上来，哎呀娘子，这，古人来也好，一切与奴在此，与奴。少问我，不够绑来一根鹅毛，来多的，而且今朝只有你人让理，你今朝是个不人让理了，不理门招呼，心上来起来，我说啊不得了，理人上来起来，不要紧，所以有的不理人让，你先起人让理。真用想想你高兴，办法是好，娘子，这与你夫君来做主吧。那么来真是要调救你的故人啊，不是我今朝自动之战，今朝你要做主也不能做主，今朝只有我做主。先调说的，少问我在少年的个脾气才没得说听。所以怪叫一声飘下，这叫张灯这叫来跟我来，等到飘下打过来，侬先要扶一步，你在灯笼正好人出房间，等到出至房间，到后天跟随，哈了噔，我来，真用呢。真用神就收了房间的，得了，昨天只好等，不晓得高兴哪样说，而且这不我来自家我哪里来的是关家我是这不我有什么，所以现在等到你来正喝了等喝泪，等我的林子上身白龙走过来嘛，到老大是吧？下掉高的我的来比老等，一口嘛少问我师大门口，倒是有一个人要冲了冲，啥要当可冲啊？少年你少问我身不比个贴身童儿社会，你做跟哪里个？都人怪这里，是的，来等了我里当我口哈，谁比少年来你？做回头不起，人不了了。来当心啊！你来争，那尤其是你来争来，来回头的清清爽爽，勾来了，我不了了。那么他心里像有点慌一样。哎呦，这你这个事体不是阿来是吧？常来跟你去干，晓得个你来争水都多了，当着给他来是不得了，你来要明让破完，常来好。后来等不来，难得平心在，是为了我的让单可冲了冲，你来真一口气的人，这个动物来浪了，叫帮我摆来浪，所以现在要押进宫来，动让大可冲，
听见半边海上童儿们眼睛爱张开来了，一叫了波毛，你来是来是他一个写着内容的，谁瞧现在眼睛张开来一看嘛，哎呦，就说就是你来说，哎呀，这个一好不得了，哎，哦，你这叫是你啊，说你要做梦啊？啊，是啊，你家来你。那么讲个这位撇开就是门来呀，中国变成外头喽，那么来外头的上气的呢，都让打开了。你来要么这个家子这个在讲这个家子呀，来要发了了，哦，这个分呀发自己发，那么海上发了了，这个就是虚呀，你们来了里下，你来了嘛，再问我白了。下家语意面孔，一了人，快去通禀你家来，是否你下地具体？你这个真个不快去，真个不了狼呀！我要真个不了狼，嘿，你不去通禀，带我进去。那么晓得龙家子。少皮们介绍看看你来生，你阿去不去，我是刚去，不想到这，万一我个人不包了浪随不离科技，我来要了浪，也是一块的。这下这么我皮开我去困个几百，用不着等了给大官那么大龙家子啊，再星期通关，不通关哪弄法子你？所以不就是来么再来着讲，嘿嘿。那么你现在这么听来稍微等一些吧，我进去通报，因为来要等我讲了历史三个，你来没回头发了啷个？我晓得，一定是让我家来回头，快去通禀，我在此等你。啊，有什么？那么龙家的，或者等一些，为在失望里，实在内失望。大听那么讲一声，并来要再问我。自从得知失望，一进来让担心，什么时候让一进让提心吊胆，要想翻本多书看得进啊！这个辰光是看了那个事，在眼花了花。第二个，那么你索性打开从这夜边过去，困不了呀，脑子里到那乌贼老走，就啥个么子就应用到底到老大。哪个人走三转走3去了3去个人都连不上啊！而且你来真在大那天过把一波松才拉的，今朝我个台是抬到教育根呐，吩咐法国才可见的啊！当一个阿叔不是弄这个当3月份当上的中收在拉光，所以里的伟大希望里讲天兵满座，关键个动物顶好就是好的，你来这来。现在听起来报心里别怎么说呀？外宾来呀，你先调来的啊！黄大蛋，我不是告诉你，叫你回去他说老你不在啊？跟我回头的呀，你来呀，你不叫我回头还是啦？那么我回头的呀，我说来呀不来了，那么你说，你进去通报，那我说不让哪通报呢？你现在去通报。不通报的，我在里下自告起见，不能放他进来啊！那么你写这个的呀，这个我讲的嘛就是写这个的，那人来了。王八蛋他哎呀，来要你3年，你哪是关着我去困觉的呢？我去困觉呢，你一看500人，晓得你来要不来了？我来了嘛，这个告诉你你来要来了。哦，要这样问我做你的话，我给他一次分享。昨天哪个人不能报了？哦，你们得了4万老师，我们得了4万里下，去外头人发来了，你本我不相信的。来没来的？来啥事体也想。他有多少人来啊？人啊，人在为何啊？有多少人到这来啊？人为何我就到个屋里有2个人啊？带一个丫头。到一个屋的。我问你啊，兰珍小弟到这来，你看见没有看见呢？你看见我哪不看见呢？你当我刚讲嘛，我当然看见过。
我问你，他的脸哎，还是笑还是哭呀？不就这个的妹妹讲的，我这个分类型了。怎么说？伊来要来讲中一份规则，我们给一些的执行，你才来起来嘛，来看看清爽的一个面孔。哎，那么因为这个灯光不大亮，哎，我想这看上去呢，那实际上显嘛，样子有点哭。哎，那么呢，实际上哭嘛，样子些兮兮，发哭出无老些兮兮张面孔。王八蛋，哭了不笑，笑了不哭呀？那个分到口清爽的呀，嘿嘿。这到底还是哭还是笑呢？那就是分口清爽。4年的了，这次了，我叫你看看，你才有理个打手。慢慢的看，到底还是了哭还是笑？如果你来这张面孔还是哭不啦，那么这个男人分身上的，你为何来当呢？如果是一个男人身上的啦，那么你自家晓得刚刚错了，要来100%再来慢慢的还是笑了还是哭？那你在当那个出来为的不笑不哭，再叫你个张面孔哪是法呢？做你的不解也不来是的，没办法，只好不理解。好，哎，兰城小姐，你叫他进来，好吧？哎，我告诉你啊，等一会儿小姐在我旁边说话，你不要走开啊！哦，这个站起来还帮忙？放屁啊！要打什么打谁啊？谁敢打我？哎，不要动，你不要走开，算了，站在旁边。晓得。那么这要是这样，历史拿起通兵来呀。他怎么说？他历史拿起通兵来呀。通兵，是我你现在要举荐，那不让我分讲的。求见。哎，这不我一想，来白人来着，什么你听呀？你现在要举荐呀？那蛮好，来白人的没啥看。今朝么啥？问我做你的爱惜的鸡毛皮是口，那进来找面孔。那如果今朝面孔必白呢，那么我笑嘻嘻对你；如果你笑嘻嘻呢，那么我面孔要必白，告知要今朝打住。对，好，你请他进来见。跟我请你进来介绍。晓得。会长二位，晓得来要了好，可听得出的呀。规则我们非要走开了，那么打过来嘛讲人啥？这个你才讲，你来要让里向听来听去简报，你来是哪？规则和我的来等了外头。晓得我拿传闻我批出来走，你一大把一当心里，再不理解走出那么跟这个同儿一大路打进来，大家乃希望看见传闻我个人介绍你来整，这张面孔上已经在对错面孔，否则这样一来呢，还骗子来走，不如那传闻我骗不着，因为那些上骗别人的了，自告不容易上当的，所以大家理想嘛，讲人啥？说不大人在然，神女来真亲啥问我还来让口里张面孔，一口里张面孔，这一面孔对错面孔，那是啥问我的人啦？等次郎等于要上层层，啥天那是高子要打着。今朝是公你打进来面孔红气之嘛，像我做女的我要立出来最难在，昨天没办法找小嘻嘻，现在你来了白人面孔，你啥看？像我做工还是做下面跪的什么人呐？是我不分认这个噻，有什么的？那。心里想有气了，还告知刚才是做得了不认得。现在发达来东部，学弟，嘿嘿，谁做呢？神女来真我当谁？原来是礼部天监
太子太师的孙小弟。哎呀，兵部府的少夫人啊，不敢当，来，请去吧。哎呦，一听我不对，那么明明了等等我当我等靠起的啦。他是神农礼部提过个男的，兵部府里向的少夫人了，内战之力肯定讲，语气了还，那么现在做你的反过来语气不起，今朝我总归发得来都讲闲话，那么定眼睛就是天之内走。叔父大人，叔父大人呐，有话你说吧。那我身下人类分人，你居所逢是来真，哎呦，真笑话了。年小姐啊，你有什么罪叫我施你罪啊？哎呦，没有事情啊，这个我看怎么喽，一定健身呐，今天有说话我们不给谈了，有话大家明天再说好了，好吧？起来啊！哎呦，你来这做你的呢，告诉他说了海话啊！代理妈妈，你现在社会台湾的你爱惜的我社会牛良的，你现在告诉他做么爱惜的我比你为要做，没哈？呀，叔父大人呐，我是不计夫君，心恩所及，手里归家，叔父怒气深。你丈夫不见了，你心中着急。是，我问你，你归来说父，你只管说父啊！你招定你的丈夫不要紧，你为什么要打人？为什么要得罪我？我赵文华也没有把你丈夫装起来，你怎么你动手呢？我不懂啊你。叔父大人呐，我是礼貌不知来品传，为望你叔父原谅我两岁分。现在你知道了，礼貌不周，言语偏传。你刚才怎么了？哎呀，胡大同手打人，你看一看，素有文武百官，一个人人人要脸，日日要比，你叫我怎么做人呐？是呀，叔父大人，叔父大人，你是大人，不做小人狗。神女无罪，山内心
为王叔父有两岁分。这个说话你怎么说出口啊？你还是小人呢。老实说，一个男孩子没有娶老婆是小，女孩没有出嫁是小。你三赵的新娘啊，你鬼门轩夺宫，你北京称道贼女啊！你今天用这种手段对待我，今天不必说了，我和你明天再说到了天明我们大家评理，好吧？我问你，你现在来北嘴也没有什么用没有用，你丈夫找到了没有？那江山风世间一人大，所以我特地被最亲爱人丈夫找到了在北瑞，是丈夫找不到就要打人我看你现在不必话，我要谈到明天天明再说我们一会儿当了你太师的面，当了你父母的面，大家评理，现在不必说请你回去。我有看你高师打得做得来，那么你来说一下闲话呢，说不大动噻。你听呀，你那要面子，就是门这咱们刚刚听上，要到听廊下让大家看看，这样一来呢，我就好海南追着苏大人。听大人同往你呀付去现在叫我到年假去了？是，我还有这个脸到年假去，我去干什么呢？那生意一日来是中听来带你高去，听到了向你包一桌粥，这个一桌粥包好了呢，就是听来阿叔一个子吃的。将我做工的望着天寒望，为听某啥文风送来宾，龙门相逢东京红旗子，这个一直追你就叫红旗子。想想呢，阿说起那什么受来了，阿雕呀，某人问我大家再来看，天天好你们这夫妻在了，居然那门的白菜，苏包大人，请大人你当然宣讲莫虑，苏包大人你看如何？这问我听不来了，听了努力个闲话比比米的高子达到该打错的在，不要打我去再打我去风风吵得他桌子手要翻身。那现在听这个讲我的你讲包好一桌粥穷妻子好，
哎，哦，到年家，你父亲跟你祖父说好话，文武百官做到全。是，吃无喜酒。哎，是啊。好吧，兰真呐，本子赵文华与你真不敢休。现在我想来想去，还是看在老太死的份上，好吧？既然如此，哼，一会儿到年家去。这个来人呐，来呀！哎呀去！没有不要多要紧什么东西？这个，把纱帽袍拿来。好，前面撞灯走，领我一块儿去啊！那我们到年家要去吃无期酒。哦，来呀！我也去吃无期酒。哎，兰城小弟说摆了酒啊，要吃无期酒。我就是应该吃无期酒。来要升官。好，驸马大好，沈老伯抓一抓好，不晓得饶不啊！你上不得这个道呀上，到此流浪，哪没有衙